有一点点，有啊，都多啊。有变很少。他们办看看啊。好啊，好，可以啊，大家不要出来这么多人啊，哦，这样哎，很方便呐。不错啊，哎呀，会促进经济啊，这个很好的点子啊。我们这边的房租的薪水降价很好了。有来做那做感觉教授今仔日做好啊，今仔规群人咧，我大家喊话我，然后啊，搁做迄个鸡啊，我真个鸡我掀开，我到打掀开呢。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防疫时期，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希望防止疫情扩散。在前几集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市府鼓励市场摊商加设透明遮罩，防止飞沫，也会在市场加设洗手台，提醒民众勤洗手。台南市政府经发局近日更媒合台南市各工业区厂协会与市场结盟，建立宅经济供应链平台，不仅刺激消费，更开创市场新的商业模式，透过合作共度疫情难关。宅经济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我们觉得疫情的发展当然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严峻，所以我们要配合中央的这个防疫指挥中心的一个步调。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本身也要因地制宜的超前部署，为了因应将来希望不要到来，但是可能会到来的这个比较严重的社区感染，也为了担心民众不出门采买，影响了这个市场摊商的这个收入跟他们的经济，所以我们先来提早建立能够有市场来做宅配，摊商们都很有防疫意识，所以他们都用他们的方式，或者是市府帮忙补助一半来做防疫，这点我们都是非常谢谢他们的配合。那我们市府也希望说，帮忙他们建立一些宅经济，不管有没有发生疫情严重化，建立宅经济总是对摊商的一个帮助。希望说他们的生意能够更多元，都二十六厂商需要拜拜所用的货品，能够帮他们做集中采买。那逐步的，我们在跟学校，在跟个别的企业，甚至跟婆婆妈妈，因为很多摊商他们都有习惯的老客户可以打电话，不方便出门的时候，或者是来不及出门的时候，他们可以打电话来订，订了以后，这个他们就可以集中去运送宅配。这点是希望说减少人跟人的接触，像我刚刚用还用现金来买，将来如果可以用这个行动支付的话，就避免人跟人的接触，避免钱纸钞成为传播疾病的这个媒介，我们都一步一步来，尽量做好。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根据欢收看4月1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这个推广铁人三项运动的蔡明仪教练，经过议长郭信良推荐核选卓越市民，这嘛是县市合并以后第2位得到这项荣耀运动员。蔡明仪表示，伊挑战超级铁人三项上悬的纪录，就是13天半完成2260公里。今年59岁，蔡明仪对参与古都马拉松以后，不断挑战铁人三项。2年前开始飞到瑞士等国家参加超级铁人三项比赛，需要限6天9点钟完成游泳、脚车加跑步1130公里的高难度。结果蔡明仪表示，靠着坚强意志加妈祖的保庇完成比赛，成为台湾人第1位。尤其走到最后一日，会场阁会播送国旗歌，互伊相当感动。希望将这款的比赛引进台南。等于是奥运的规格，来用那么，用那么用心的去准备给你，让你感受，真的是，那我希望把这种赛事引进到台湾，让。全世界我们是 IUTA 第5个可以办这个的，如果可以过来，就把全世界的精英选手都邀请来这里比赛。
蔡明仪这款超越人体极限加坚强的斗志，受议长郭信良推荐为卓越市民。香港市长吴伟霆嘛亲自颁发台南之光荣耀，肯定以后世界看见台湾，看见台南。蔡老师有说，他今天有穿这个衣服，就是妈祖这头像信目标哈妈祖火旗这个明显的例子妈祖伴随着他完成这个亚洲唯二那台湾第一的这个挑战226乘以10，所以说真的是他代表的台湾这个出赛，也代表着在妈祖的伴随下出赛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看见我们头前信目标的妈祖也谢谢蔡老师在弘扬体育上的一个卓越贡献。要有迄个毅力，有法度人坚持连续遐济工，会若走，会若游泳，我当从做专程走甲完，迄种无眠无日就对啦。伊咧讲个过程中间的艰苦啦的身躯的疼无法度用言辞言语来形容所有走较紧的选手真济但比着耐力了，迄踏出去咧行。骹拢破皮迄拢行来走，会若拄久迄拢那伊讲只有信仰着妈祖的精神，讲拢求我妈祖甲保庇希望当走完这个专程迄我都会若走，会若拄久，你看了连续过6工，一工过一工来完成的这个壮举，所以得到这个殊荣，我甲其中拜到讲这么优秀的人，那得到我们的卓越市民奖其实呢不为过。因为台湾这种毅力和精神，会当推展到所有的企业界、所有的各行各业内底，就是我们台湾的精神，我们台湾的毅力。高局表示，接着蔡明仪教练伫国际运动舞台发光发热，加这份挑战自我精神，市府嘛将持续来推广全民运动，期待台南有更较侪选手伫大大小小运动舞台成就家己。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伫中央宣布酒店甲舞厅暂停营业以后，侪侪小姐会转到坐台小食部甲 KTV， 互人欢乐，共款会成为防疫破口。对此，市长吴伟霆上午表示，市府会持续零检稽查，一定要下决心收掉这道风线。对口开始担市配合中央针对酒店甲舞厅暂停营业的防疫政策，第一时间市长吴伟霆除了率领稽查小组前往安平区的8大行业视察，希望有效阻挡感染的风险。嘛强调会针对营业登记甲防疫特别条例等相关的法规严格处理。13号上午，市长更进一步表示，针对停业的酒店甲舞厅的小姐转到坐台 KTV 小食部，市府已经统一进行零检稽查。望业者唔通想讲偷做几工成为防疫缺口，一定要痛下决心收掉这道风线。对于酒店、舞厅，还有这个有陪侍男女陪侍的这些娱乐场所他们在这个时候还不顾中央的禁令继续营业或者是表面上歇业，里面还在营业，这个都是法所不容，而且在疫情的战争里面是变成一个黑洞破口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各界大家都能共体时艰，很多活动，大型的活动，古都马拉松，甚至已经开放空间的国际蓝展，都已经停办了。那这个其实大家说起来损失，大家都损失。很多餐饮业、观光旅游业、旅行社，甚至是零业绩的，他们都已经停了很久了。那酒店、舞厅事实上才刚停没几天，事实上是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为什么不大家痛下决心，把这个防疫的缺口守住，把缺口堵住，把防线守住？那这样子的话，台湾早日脱离这个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的这个感染范围，那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恢复如常的生活秩序，那不是很好吗？这个时候自己想偷跑一下，自己想这个偷做几天，多做几天，到时候造成整体的防疫的缺口，是整体社会在承受的。所以我们对于偷跑的人，对于这个不顾禁令的人，
事实上是要依相关的法令来办理。当然，为了避免防疫出现破口，市府嘛针对消费性的娱乐场所扩大临检，包括拍扑甲、卡拉 OK 等等来了解，并且依照治安的状况甲店家自主管理进行，无定期进行抽检清查。今日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应第一线防疫人员的需求，台南市这个善心团体纷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午台南扶轮社的朋友就捐出2000件防护衫来消停，因为防护衫拢是用一摆就来单调，使用量相当的大，所以强调一定互咱医护人员伫安全的环境，替咱健康把关。应付全球医疗人员等第一线防疫人员的需求，本身是医生，嘛担任台南市中西区扶轮社社长的林海潮，伫会员的协助，将厂商原本要出口的2000件防护衫先买起来，留伫台湾。上午会动南中湖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共同来捐赠，希望国内医护人员拢有够格的装备来应付疫情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目前呢疫情相对平稳，但是呢整个全球的整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呢还是非常严峻的所以面对我们现在整个防疫当口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谓的我们一般讲呢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嘛，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在帮我们防护的第一线。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借着这一次呢捐赠防护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抛砖引玉，希望社会各界呢能够更踊跃来帮忙这整个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为了感谢这群企业的诚心消停，市长吴伟铁嘛代表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接下防护衫，并且亲自颁发感谢状，表示一定会好好运用这珍贵的资源。如何力挺医护人员，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严肃，而且是必须要确保的课题跟防线。那谢谢中区扶轮以及各个扶轮，他们非常能够了解到这个状况，然后这个筹募资金去募集了2000件防护衣，让我们医护人员在为这个新冠肺炎不管是疑似或者是已经确诊的病患来服务的时候，能够在一个相对较安全的环境下，有比较好的工具来这个对抗疾病，这点是非常非常谢谢。当世界各国都在抢防疫物资的同时，咱台南包括护目镜、酒精、大洗手，拢诚心团体来捐赠。这回防护衫就较难得，市府再次呼吁市民积极来防疫，共同守护健康。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但市为户外园区空旷，都要提供停车甲立美化实在。现在议长郭信良竟利用部分的空间作为员工的农园，而且举办在前的分组比赛，看倒一组战略较好。在防疫期间，嘛借出所该职员的心情。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现在各行各业员工上班拢会挂喙暗，有时阵规工挂落来，难免心情会郁卒。对此，台南市议会伫个议长郭信良的规划，特别提供东边的一块空地，互员工来种菜。要栽草仔花啦无人看到墙后会要栽悬的树，因为下面是地下室，土壤只有20公分这边放在这边太可惜了。那最近疫情呢非常的严峻大家申请都很紧张，就会提供他们种一些丝瓜啦、金瓜啦。让他们每天早上来关心这个，他成长有多长，那成长的过程，跟他分享他的喜悦，让他有个心情解闷不然大家都好像压力锅快要爆炸了有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丝瓜怎么成长？那也是一个享受农村乐的一种的情形。虽然这块地讲大无大，不过真适合种攀藤类的菜瓜。不但大片而且阁提供职员来分组领用，看对一组种了较好。一礼拜来看到植物的成长，
每一位职员拢感觉真疗愈。小时候我们家有丝瓜棚，但是没有自己亲手去做这个栽培培育它。对啊，现在才知道原来它的幼苗跟它长出来的叶子其实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才知道。然后其实防疫期间我们在办公室几乎都整天都佩戴着口罩，即使真的闷得不太舒服，刚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到外面来透透气。也看看我们的培育的丝瓜长的状况，跟它做一个心灵的交流吧，希望它长得更好。会跟这个植物一样，觉得会成长。对，纵使在疫情的期间，我们也要寻找机会来自我成长。虽然不是每一位职员拢是做事的，不过伫个农家主题会议长的亲自解说，不但发觉菜瓜嘛有无同的品种，而且生长的过程嘛真紧。希望伫所有职员用心的照顾下，真紧就会看到结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湾首枚天坛第14摆平安美大观活动13号上午伫庙前举行，这摆总共捐出将近1万公斤的白米，来帮助台南市各区的弱势家庭加家扶中心。其中委贴嘛特别出席，感谢天坛所有当干事加信众爱心。台湾首枚天坛结合所有当干事以及信众的爱心，办理第14届平安美大观活动。这次关注的对象是台南市各区的弱势家庭以及社会团体，捐出大约1万公斤的白米，希望这爱心会当伫防疫期间为因早来一点仔关怀。其中黄伟铁嘛特别出席，向天坛表达感谢。第14次以米代金，总共捐赠了5460包的1斤装的白米给各区区公所，也捐赠了147包30公斤的白米给各个社福团体。让各个社福团体在现在疫情期间，坦白讲，社会资源比较少的时候，能够获得这个及时雨，能够帮助他们的这个社会福利工作以及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因为疫情，所以有些民众放无薪假，或是他们的收入受到影响。那我相信天坛用这个善行义举，又捐赠了300万的。这个现金给这个社会福利基金受疫情影响的部分，这点我们要非常非常感恩感念天坛的一个用心。天坛董事长徐国伦嘛向参与平安美大观活动的善心大众表达感恩，嘛呼吁大家会当做伙来关怀弱势族群。今天就台湾首庙天坛非常的高兴，就集合信众的力量。就捐献了就5000多包的白米，还有4000多公斤的，就30公斤的米，有147包的白米来捐献，给社会大众需要的人，就包括各区区公所，还有一些的家扶中心。那我们很高兴，就是说台湾首庙天坛一直做这个社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大家能够。就共襄盛举，因为我们刚好遇到这个武汉的肺炎，那所以受到我们的经济，然后我们的一些的弱势团体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我们因为借着台湾首庙天坛就有这种心，那大家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首庙天坛推动以米代建活动，不但会当减少烧纸前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外，佫会当以实际帮助照顾到社会弱势角落。举办以来，嘛有愈来愈侪信众加入以米代观活动，甲天坛做伙来做公益。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因为疫情关系，土城罗里门圣母庙决定将妈祖接受的系列活动延期。不过庙方为了弥补信众遗憾，特别甲台南市文化局合作，推出台南限定的点心，向前妈祖为大家祝福。每当农历3月23妈祖诞生前后，台湾奉祀妈祖的庙宇拢会举办寿诞庆典。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祝寿也则是社庆活动，拢决定延期，也则是取消。为了弥补信众遗憾，台南市文化局今年配合妈祖诞生，特别甲罗里门圣母庙合作推出妈祖祝福小点心，兼具文创意涵加宗教信仰。妈祖的圣诞已经快要到了啊，因可能这个带来了许许多多的人潮，一方面来在防疫期间来祈求平安。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啊，所以我们应运而生的这个妈祖赐福，哦，福是泡芙的福，能够这个来做一个拜拜的一个吉祥物，也是这个防疫期间的一个好的产品。另外，这群妈祖祝福小点心的外包装是由台南市优秀的艺术家林志信老师所创造。未来圣母庙也会将妈祖祝福点心作为敬拜的贡品。那在林志信老师的设计下，能够设计出这一款新的文创产品，由台南市文化局跟林老师跟这个土城圣母庙一起来做一个发表。那当然，圣母庙会把这个系列产品作为他们标准的这个敬拜的贡品。那我们也会只限定台南限定的发行系统。那在台南的各大景点。以及我们台南的这个文化局来做这个提供供应。圣母庙表示，妈祖寿诞庆祝系列活动会星光夜跑、沙巴鱼品尝、无人机表演等活动，将会看疫情的状况改期办理。另外，若是有报名星光夜跑民众，也当向主办单位申请退费。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尾声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风天气，温度16度到24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4月13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